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，15节到第16节，耶利米书第26章20节到24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48节到5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求自己的荣耀。有些人具有群众的魅力，他有领袖的特质，能说善道，容易吸引人。有一些牧者也具有这样的特质、恩赐，因此有不少的人跟随、追踪着他们。在这样的红透半边天的气氛之下，可能就忘记了我是谁，变成了唯我独尊，失去了谦卑。我们昨天提到了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书信里面提到，到底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，要引导你们归信上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主所分派的工作去做。我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，可是使他成长的却是上帝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算不了什么，一切在于使它生长的上帝。栽种的和浇灌的并没有什么差别，上帝会按照每一个人的工作来报酬他。我们是上帝的同工，你们是上帝的园地，你们也是上帝的建筑物。我用上帝给我的恩赐，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立好根基。别人在他的上面建造，可是每一个人都谨慎自己怎样在根基上建造。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，没有人能够立其他的根基。在这个根基上面，有人用金、银和宝石来建造，也有人用木料、草、禾秸来建造。到了审判的日子，每一个人的工程好坏都会显露出来，因为大火将显露并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，使那真的品质出现。如果他所建造的工程经得起火的考验，他就得奖赏；如果他的工程被烧毁，他就亏损，而他自己却会得救，像从火里逃出来一样。你们一定晓得，你们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。保罗的态度非常清楚，无论成就如何，都是上帝的荣耀，而不是自己的荣耀。因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，是为了众人而做，为了上帝而做。保罗在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里面，他这样说道：做奴仆的，你们要事事听从世上的主人。你们所做的不仅是做给主人看，讨他的欢喜，而是出于真心诚意，因为你们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你们都要专心一意，像是为主而工作，不是为了人来工作。
要知道主会把他自己的子民所保存的赏赐给你们。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。那作恶的，无论是谁，都要受应得的报应，因为上帝用一样的标准来对待每一个人。这个是出于哥罗西书第3章22节到25节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都是为了上帝而做。我们应该要更延伸的去说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都要看重我们是为了上帝而做。在今天的经文耶利米书第26章20节到24节，先知耶利米这样说道：当时有一个基列耶赫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，这人和耶利米一样，奉上主的名说预言，攻击这城和这个国家。约雅敬王连同他的兵士和官员，听见了乌利亚的话，就想杀他。乌利亚知道这是阴谋，惊惶的就逃往了埃及。约雅敬王派雅各坡的儿子以利拿单率领一批人到埃及，逮捕乌利亚，把他押解到约雅敬王面前。王处死他，把他的尸体丢在平民的坟地。但是我得到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的保护，没有人把我交给人民处死。即便是像乌利亚他殉道被杀，或者是像耶利米被追杀却得到亚西干的保护也好，他们都是看重为了上帝而做，是领受上帝呼召的服事，不求自己的荣耀，也不是求自己的益处。如同约雅敬王对待乌利亚一样，都是用阴谋以及假讯息、假见证来陷害他一样。犹太人也同样的使用假讯息来攻击耶稣基督。他们对他说，犹太人的领袖问耶稣，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有鬼附身，难道说错了吗？耶稣基督回答他们说，我并没有鬼附身，我尊敬我的父亲，你们却侮辱我。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但是有一位替我寻求并主持公道的。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遵守我教导的人一定永远不死。虽然耶稣基督回答他们，但是却没有用。不是耶稣基督的回答有问题，而是他们那些人的心态大有问题。他们又回耶稣基督说，现在我们更确切知道你有鬼附身，亚伯拉罕死了，先知们也死了，你却说遵守我教导的人一定永远不死。你敢说你比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伟大吗？亚伯拉罕死了，先知们也死了，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人？耶稣基督一再的强调自己不求自己的荣耀，而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。耶稣基督说，
如果我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就毫无价值。那位荣耀我的是我的父亲，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上帝的那一位。你们从来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。如果我说我不认识他，我就跟你们一样是撒谎者了。可是我认识他，并且遵守他的教导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曾欢欢喜喜地盼望着我来的日子，一看见了他就非常快乐。这是基督徒信仰生命的态度，一切都为了上帝，一切都不追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有为主而尽力。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，上主啊，我向你寻求庇护，求你使我不失败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求你搭救我，求你垂听我的祈求，立刻帮助我。求你做我避难所来保护我，做我的堡垒来拯救我。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。求你照你的应许带领我，求你使我得以逃脱陷害我的罗网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要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上主信实的上帝啊，你会拯救我。我永远在你的看顾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和迫害我的人。求你用慈爱待你的仆人，你有不变的爱，求你救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保罗的心志，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，不求自己的荣耀，但求归荣耀给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